后来乡亲啊，你敢知影家己的姓伫咧台湾分布的状况？有网友利用内政部的资料做一个地图，甲全国前20名的大姓，伫咧各县市的乡镇分布的状况，甲标示出来。结果，云林的四湖乡姓吴的上多，占40%；云林的大西乡姓林的上多，有32%。啊，若姓陈的南投的民间乡上多，有31%。阿米，我姓吴啊。你姓什么？我姓李，姓吴。啊，听说这边四湖都姓吴，是不是真的？对，大部分70%以上都姓吴。云林四湖凊彩找人问，3个人内面有2个是姓吴，这是地方的大姓。你敢想要知影讲你的姓倒位上侪人？有网友依照内政部资料做一张台湾姓氏的地图网站，清楚写出全国20个大姓伫各县市乡镇分布的情形。比如讲，姓吴的云林四湖上侪有40%，姓林的云林大溪上侪有32%，啊，若姓陈的上侪是伫南投的民间乡有31%。应该我知道，我们那个村庄应该有超过大概6-7成以上都姓陈，所以会更多的。更多。应该是一个趣味的吧，也许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远房亲戚。大家感觉这是好耍的小网站，不管有准啊无准，就这个地图，除了会使了解这姓氏分布的情形，咱的乡亲嘛会使了解，包括闽南客家也是外省等等各族群开枝散叶的规情。